观众满满的爱啊！刚刚我还記得有一句話，就是喜歡啥都可以。那我不客氣啦，我是阿玲啊！票房直衝20億，周星馳改口叫張小斐，小斐姐當眾敲定續集。暑期檔黑馬功夫女足票房逼近20億，遠超業內最初14億預估，口碑兩極分化，大眾評分高達9.4分。當初選角時，資本集體反對張小斐，周星馳力排眾議定下她做大女主。張小斐為戲剪髮閉關半年得分，票房分紅式出演誠意拉滿，星爺態度徹底改觀，親筆求醫寫下小斐姐 You are my best， 打破輩分專稱後輩。路演現場，周星馳公開承諾影片會拍續集，優先邀約張小斐回歸，拋開流量浮華，導演與演員彼此成全，這份純粹的雙向奔赴造就暑期檔爆款佳作。娛樂圈最真實的打臉從來都來自市場和觀眾，很多開局不被業內看好、不被資本待見的作品，最後總能靠着實打實的路人緣逆風翻盤。周星馳今年的暑期檔新作《功夫女足》就是最好的例子。影片上映之前，業內預估票房僅14億，在一眾頂配大片面前毫無優勢，幾乎沒人相信他能跑出成績。可誰也沒想到，正式公映後，票房一路逆勢暴漲，穩穩逼近20億大關，硬生生比初始預估多出整6億票房。更有意思的是，這部片口碑呈現出極致的兩極分化，專業影評人挑剔挑刺，普通觀眾卻瘋狂買單，反覆二刷三刷。褪去熱度表象，不難發現這波逆襲從不是單純運氣，而是周星馳與張小斐一場實打實的雙向奔赴，彼此成全。隨着影片爆火，周星馳對張小斐一個細微的稱呼變化，也悄悄暴露了他藏在心底的超高認可。票房逆勢狂飆，今年暑期檔的影視競爭，用神仙打架來形容一點都不誇張。各大劇組重金造勢，頂流大片扎堆上映，市場飽和度拉滿，稍有不慎就會淪為檔期炮灰。想要突圍出圈難度極高，就是在這樣白熱化的競爭環境裏，功夫女足硬生生殺出一條黑馬之路，走出了少見的票房逆跌曲線。影片籌備定檔階段幾乎全員看衰，業內機構結合歷年檔期數據同題材熱度、主演商業流量等多種維度測算，最終只給出14億的保守預估。在大多數人眼裏，這只是一部常規喜劇片，沒有頂級流量加持，沒有超強噱頭上限，肉眼可見，很難成為年度爆款。但觀眾的觀影選擇永遠比冰冷的數據更有說服力。7月11日，影片正式登陸全國院線，上線首日就狂攬2.6億票房，直接盤活了低迷的暑期檔大盤，一舉刷新多項年度喜劇片單日票房紀錄。最難得的是，他避開了多數大片，高開低走的魔咒，後期熱度持續續航，走勢越播越穩，沒有資本強行造勢，沒有海量營銷刷屏，影片的票房增量完全來自觀眾的自發安利。不少網友看完後直呼過癮，主動帶着家人朋友二刷三刷，口碑持續發酵，帶動票房穩步攀升。上映10餘天就快速逼近20億關口，相較最初的行業預估多出6億的超高增量，妥妥的年度黑馬，票房實力遠超業內前期預判。伴隨票房暴漲，影片兩極分化的口碑也持續刷屏全網。深耕影視領域的專業影評人對影片的評價相對克制理性，普遍認為影片的劇情架構、橋段設計能看到周星馳過往經典作品的影子，原創新意稍顯不足，部分情節套路感明顯，特效細節也有精進空間，這也讓影片豆瓣評分穩定在6.5分，處於中等偏上水平，沒能拿下專業圈層的高分認可。但普通觀眾的觀影體驗截然不同，大眾看喜劇片追求的本就是輕鬆解壓、治癒暖心，在貓眼等主流大眾票務平台，影片直接拿下9.4的超高評分，口碑徹底出圈。整部影片笑點密集，自然不戒不生牙。草根逆襲的內核樸實治癒，沒有狗血離譜的劇情，沒有刻意煽情的橋段，老少皆宜的風格適配全年齡段觀眾，尤其是3、4線下沉市場，觀眾認可度極高，持續貢獻觀影人次，撐起了影片的長線票房。業內挑剔點評與路人極致好評形成的強烈反差，也讓越來越多人好奇這部逆風翻盤的爆款影片背後藏着怎樣的主創故事。星斐雙向成全。縱觀影視圈所有長線爆火的作品，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運氣加持，而是主創之間彼此信任、雙向奔赴的結果。功夫女足能實現票房口碑雙逆襲，拋開題材和劇情優勢，最大的核心底氣就是周星馳與張小斐的互相成就。如今回看影片選角階段，才發現這部爆款的誕生實屬不易。當初劇組敲定張小斐擔任大女主時，遭到了投資方和製作團隊的集體反對。
資本的商業邏輯向來直白且現實，暑期檔重磅帶製作，需要高流量、高話題度的藝人撐場，靠粉絲底盤鎖定基礎票房，最大程度規避投資風險。張小斐雖然手握金雞影后桂冠、國民路人緣絕佳，演技也備受認可，但她向來低調佛系，幾乎不參與綜藝炒作，極少刻意製造熱度，日常商業曝光度遠不如當紅流量女星。在投資方看來，低流量低話題的她，很難撐起這部大製作的票房體量，因此多次提議更換女主，選用流量藝人保障影片熱度。面對資本的集體施壓和行業的普遍質疑，周星馳沒有絲毫妥協。深耕影壇數十年，他的選人眼光向來精準獨到，從不被流量熱度這些浮華數據裹挾。比起一時的商業價值，他更看重演員的敬業本心、角色適配度和可塑性。在他眼中，張小斐身上質樸堅韌、踏實沉穩的特質，完美契合影片女主逆境拼搏、草根逆襲的核心人設，是無可替代的最佳人選。為了守住最合適的演員陣容，周星馳全程頂住資本與輿論的雙重壓力，堅定自己的選角判斷，力排眾議留下張小斐。這份難得的信任與偏愛，張小斐也用極致的敬業態度全力回饋。為了完美貼合女足運動員的颯爽狀態與力量感，他推掉了全年所有商業代言綜藝通告，暫停一次個人曝光行程，全身心投入影片籌備工作。他毅然剪掉留了5年的長髮，徹底顛覆自己溫軟優雅的熒幕固有形象，提前半年盡早封閉集訓，零基礎從頭學習足球技巧功夫招式，日復一日打磨體能精進動作細節，高強度的訓練時常讓人疲憊不堪，滿身傷病也從未有過一絲抱怨。更顯誠意的是，他主動放棄固定片酬深演，個人收益完全與影片票房深度綁定，僅參與後期票房分紅，拿出了100%的誠意配合創作。一個不懼壓力傾力護持，一個全力以赴真心回饋，這份純粹又難得的雙向奔赴，是影片逆襲爆火的關鍵，也讓兩人的合作情誼愈發深厚。稱呼暗藏認可，在人情世故繁雜的娛樂圈，真正的認可從不是浮誇的口頭吹捧，往往藏在不起眼的細節之中。尤其是周星馳這種性格內斂、不喜客套、深耕行業多年的泰斗級前輩，他的態度轉變遠比任何公開誇讚都更有分量，更具說服力。熟悉周星馳的網友都清楚，他待人向來分寸感十足，和後輩演員合作時，大多直白稱呼姓名，禮貌得體，卻始終保持距離，極少主動放低姿態尊稱合作藝人。但在功夫女足的多場路演活動中，一個暖心細節被網友敏銳捕捉，周星馳對張小斐的稱呼發生了質的改變，從合作初期簡單直呼其名，到路演現場次次尊稱小斐姐，看似只是簡單的稱謂微調，背後卻是跨越輩分的頂級認可。要知道，周星馳是華語影壇的標杆人物，是無數藝人的前輩與偶像，常年被圈內人尊稱前輩，幾乎很少主動放下輩分，尊重對待後輩演員。這一句特殊的稱呼足以證明，在周星馳心中早已拋開了前後輩的身份差異，徹底認可了張小斐的紮實演技、敬業人品和職業素養，真心將他視作實力對等、值得尊重的優質合作夥伴。